俗話講一及勝九雞，女人呢上咗年紀啊，一定要多飲鴿仔湯啦。特別係女人姨媽過後啊，必須要學識嘅一道湯啊。嗱，反正呢，我每個禮拜至少都會同我老婆煲一次嘅。結婚18年呢度啊，仲係一直紅卜卜啊！你要認真學起身啊！首先呢，我哋將鴿仔斬成細塊。好多朋友啊喺屋企呢煲鴿仔湯嘅時候，下一步啊就做錯咗啦，就係呢將鴿仔啊直接去焯水。焯水嘅話，唔單止啊將鴿仔入邊嘅纖維啊破壞咗，而且呢營養啊都會隨之流失噶。今日呢，康哥啊教大家一個小妙招，先來上1匙羹嘅食用鹽，再來上1匙羹嘅麵粉，用你發財嘅雙手呢揉搓一下。食用鹽呢可以起到一個殺菌嘅作用，而麵粉啊可以好好咁吸附呢個鴿仔入邊嘅血水同埋雜質噶，咁樣清洗啊先至乾淨衛生，而且呢呢啲啊都係腥味嘅來源啊。然後加入清水，將佢多清洗幾次。朋友們，俗話講啊，點個紅心係情分，唔點紅心係本分。有緣刷到呢個視頻啦，可唔可以幫康哥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同支持一下？唔該晒啦！祝你呢心想事成，萬事如意。沙煲入邊放入鴿仔、西洋參、麥冬、黃芪、桂圓肉、去核紅棗、少少嘅薑片。重點嚟啦，就係加入呢個熟地黃啦。我哋呢用剪刀將佢剪碎一下，咁樣啊更加容易出味啊！建議所有嘅女人啊都要識得呢個熟地黃啊，佢呢被稱之為養生界嘅黑色黃金，對我哋嘅紅色液體啊特別有幫助㗎。但係呢一定要揀呢種啊9蒸9曬嘅熟地黃啊，呢啲啊先至叫靚嘢嚟㗎。如果呢你揾唔到好嘅熟地黃啊，可以試試我用緊嘅呢一款啊。嗱，你睇下佢表面呢烏黑有光澤，而且啊按起身呢有彈性嘅，再呢撕開一下，嗱咁樣撕呢佢黏性比較大，呢啲啊先叫靚嘢嚟㗎。我將佢呢放咗喺視頻嘅左下角啦，有需要嘅朋友啊可以白翻單試一試啊。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扣蓋大火煮緊之後呢，轉中細火煲佢40分鐘。嚟，時間到，我哋呢最後加翻少少嘅枸杞同鹽調下味先。哇，色香味俱全啊！呢個湯色啊，睇住啊都特別潤啊！呢啲先至叫靚湯嚟㗎。嚟試一試先。哇！哦，呢啖湯啊，掂湯啊，清甜回甘，湯香味甜啊，真係特別嘅潤啊！呢個熟地黃啊，都係可以食嘅，營養仲喺入邊啊！Q 彈彈，正到痹啊！大人細路哥啊，都啱飲㗎，非常之唔錯。嗱，而家春天呢係進補嘅黃金期，記得啦，要多啲同屋企人呢或者同自己煲起身啦，一周煲佢2、3次，讓你元氣滿滿啊！點讚收藏好，或者轉發俾親朋好友，關注康哥教你日日煲靚湯。